宜兰有营地表示，今年的文旦产期距离中秋节只有3天的时间。在台南农产当中，文旦总产量一担大约有25000吨，就算今年减收1成，加上中国大陆禁止台湾的文旦进入，宜兰建议希望市府在中秋节前后一定要做好行销的配套，才会用消化后续文旦的产量。这内销敢会行，外销敢卖出去？加工是应该是无问题。那就拢2500吨嘛。宜兰报告，因为咱阵内销嘛做热烈咧销的，像顶礼拜我去麻豆农会时，伊规个仓库伊要出货出几千箱，伫伊拢甲麻豆农会甲咱农民收这油啊，加赶要出货都几千箱，吨甲伊规个仓库拢无位通放物件，就表示讲伊一定有接到订单，爱这个赶出货。所以其实咱的迄个内销的出货是做畅销咧进行当中。通路上重要，到时咱真文旦有通路无？有，甲宜兰报告，其实咱台南的麻豆文旦吼，咱差不多7成拢是迄个，我去年食了好，我今年过来甲你买，大概有7成以上是安尼销售。咱今年包括下营农会嘛，佮甲农民买10万斤，麻豆农会至少佮甲农民买100万斤。咱全年的通路吼，咱已经差不多31万斤，甚至咱伫迄个家乐福嘛有5万斤拢咧销售，所以表示咱规个内销是做畅通咧进行。另外，有关议员关心文旦外销的情形，市长黄伟天嘛回应，虽然文旦的内销会受中秋前后的影响，不过外销一定要重品质。就算中国禁止台湾的文旦，加上今年减产的量低过外销的量，市府嘛会将文旦的外销品质来顾好好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